唔好着穿窿嘅襪，千祈唔好唔帶現金，千祈唔好亂打的士。如果你要去日本旅遊，就 mark 住呢條線啦。因為日本旅遊你唔知做嗰啲乜嘢，就會得罪咗當地人。所以我幫你整理咗10大日本旅遊禁忌，等你順順利利百無禁忌。最後嗰一個，有好多90%第一次去日本嘅人都會中伏。我先從第10位開始，就係千祈唔好唔帶現金，而且最好帶銀包咧，可以放紙幣同埋放硬幣嘅零錢袋。雖然佢係便利店咧，亦都可以用 Alipay 即係支付寶、WeChat 即係微信支付同埋信用卡啦，仲有 Apple Pay。但係喺好多偏遠一啲嘅地方，例如北海道、沖繩，好多細嘅門店或者係佢都係要收現金嘅，所以一定要帶現金。找數嘅話咧，就會有好多硬幣啦。所以硬幣你一定要有個零錢袋嚟當翻佢。所以你去日本一定要帶零錢袋，如果唔係嗰啲硬幣真係塞滿你個褲袋。第9位就係坐扶梯嘅時候，一定要企左邊，然後空出右邊俾大家去通過。日本係好繁忙社會，所以咧嗰時間嘅咧就要企喺左邊，等右邊嘅人可以有快速通道咁樣去過嘅。但係呢度要注意啦，如果你去嘅關西，亦即係大阪同埋神戶嗰邊咧，你就係要企右邊嘅，係相反，即係東京地區企左邊，係關西嘅話咧就係企右邊。當然你唔記住都得，啲人究竟企邊邊你就企邊邊。總之就要記住，一定會留出一邊俾大家快速通行。第8位就係千祈唔好帶太多垃圾行街，因為日本嘅街道上邊你係見唔到垃圾桶嘅。唯有垃圾桶嘅地方就係酒店啦，同埋邊啲，所以便利店咧有好重要就係咁，又可以提款又可以抌垃圾。第7位就係千祈唔好提早去酒店，因為 check in 時間係下晝3點嘅，你提早去就只有將啲行李寄存，可以然後去行下街，再翻嚟 check in 嘅啫。check out 一定要記得係朝早11點，你就一定要離開噶啦，如果唔係就要加錢嘅。第6就係唔好着穿窿嘅襪去日本，因為喺日本你會去到好多地方，譬如去人哋屋企啦，去一啲寺廟啦，去一啲公共嘅場所咧，都係要你剝鞋入去嘅。所以喺日本着襪就好似着衫咁，好重要，所以要着得企企理理，襪要靚嘅襪，要完整嘅襪。第5位就係喺日本千祈唔好亂打的士，點解？因為喺的士真係好貴，連日本人自己喺咩情況之下都會打的士咧？就係深夜加班到已經冇電車可以搭啦，冇巴士可以搭啦，就會只能夠打的。我最記得我啱去日本讀書，去新宿想打的翻屋企，但係一去停的士嗰個地方問嘅時候咧，的士司機都同你講，如果你唔趕時間嘅話，你搭地鐵啦，因為佢話如果你打的嘅話要成萬幾嘅，真係好貴。即係你睇下，連日本人都覺得打的係真係浪費錢。第4位就係喺地鐵入邊唔好打電話同埋食嘢，因為你如果打電話出聲比較嘈嘅時候，你就會成為全場嘅焦點，大家都會好奇怪咁望住你。嚟到第3位啦，好重要，喺日本唔好亂拍人，特別係小朋友，因為日本人好尊重大家嘅隱私嘅，所以咧俾人拍，一定要問過人哋可唔可以拍，你就話撮影いいですか，即係問下佢可唔可以拍你，咁樣得到人哋嘅允許之後咧，先去拍。第2位就係吸煙人士要注意啦，唔好喺街道亂吸煙，特別唔好擔住啲煙邊行邊吸，係會罰款㗎，最低罰款2次，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指定嘅吸煙區。其實日本好多地方都已經有指定吸煙區啦，百貨公司啦，等電車嘅地方都會有好多吸煙嘅指定嘅區域，去嗰度吸。最後 Top 1好重要，好多人都唔知嘅，就係去到日本，大家都想去浸溫泉，因為日本嘅溫泉好出名。但係浸溫泉之前，你一定要自我檢查一下身體上邊會唔會有超過1個巴掌咁大嘅紋身，因為喺1個巴掌以內嘅紋身，溫泉嘅地方係可以提供一個貼紙幫你貼住，令到佢唔暴露嘅。但係超過1個巴掌咁大嘅紋身咧，就唔會俾你入去浸溫泉。泳池都係噶，唔單止係溫泉，係泳池區都係唔准有大片嘅紋身嘅進入嘅。如果你紋到身超過咁大，你就只有去 book 嗰啲私人嘅房間入邊有嘅溫泉啦。呢個係第一個。第二個，你入溫泉之前你一定要洗乾淨，然之後再入去。第3個就係唔可以帶泳衣。喺日本浸溫泉係全裸，係唔會帶泳衣入去，所以係唔需要帶泳衣啦，亦都唔着泳衣去浸溫泉嘅。其實喺日本最重要嘅禮貌就係一句話，他人に迷惑かけない，意思就係唔好你嘅行為影響到同埋麻煩到人哋。所以尊重文化就係你帶過去嘅最好嘅禮物。祝大家百無禁忌，順順利利。